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。虽然疫情的中间，一项事伫发生，但是犹原看起主的带领，一项事，互咱拢得到平安。感谢主，互木家一礼拜过去，一礼拜几的中间已经赢过这病毒，所以今日木家已经解围通出来甲咱三个敬拜。来，咱来团练圣诗435首，圣诗35首。我心实在学了。伫遮，请咱看第2节的第2段，第2节的第2谱表的所在。中文是又且日日照顾养士，遮写做有请。有请日日照顾养妻，请咱会记住有请日日照顾养妻。过来第3节，犹原同款是第2谱表的所在。那天离地悬恶尺度，悬恶尺度，主爱难得吹算。请咱看白话字主爱难得吹算。好，咱来吟第1节、第3节、第5节。我心实在恶了，因为上帝道，叫我生命免得迷茫，相信是已经准。第3节，上帝渡我罪恶，我当离散的恨，有天你对怪闹尺度，主爱难得吹算。第5节，咱人生命那回，我风来吹就响，上帝主爱永远袂毁，孤单是阮无恙。请咱过来看317首，你若欠缺真失望。歌词的内面大概无较特别的所在，咱来吟第1节、第4节。你若欠缺真心望，我着真难来帮衬，求主看了就欢喜，天天真心安道理，难怪伊撒跳，难怪伊撒跳，难怪伊撒跳，就相信来帮助。第4节，撒听你我着面对，就会阳光归天边，叫主看了就欢喜，天命真心安道理，难怪伊撒跳，难怪伊撒跳，难怪伊撒跳，就相信来帮助。请咱平安心来礼拜。
恁着学老耶和华，着唱新的歌学老耶和华，伫信的百姓的话中学老伊。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，愿西安的百姓因为因的王来快乐。信诗第35首，我心是在学老。信诗第35首，我心是在学老。会众请起立。请游员徛伫，同齐来共读新的诫命。请，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。我以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交读启应文第一篇，伫成信息后壁面第一篇。我来启，恁来应。启应文第一篇。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做污难人的位。这互人有福气。伊所欢喜的，就是耶和华的律法。每日散书的，也是伊的律法。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。伊的叶也袂打去。伊所做的一尽行通。歹人毋是安尼，是亲像粗坑互风吹散。所以伫审判，歹人徛袂牢。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。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。若是歹人的路，话袂无。当先压头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
阮感谢你，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赏赐圣囝耶稣基督来救赎阮，洗清阮拢总的罪。阮要搁一摆因为你的救恩来欢喜快乐。阮确信，伫主内面诚心悔改认罪的人，会得到主的救恩，甲有永生的盼望。主啊，肺炎的疫情已经超过3冬啊，真侪人的生活受到影响。虽然有真侪无方便甲困难，总是苦难多，你的恩典也多。无论是阮的教会，也是家庭，上帝恩典够也万用，甚至有春，互阮会当进一步奉献，互阮搁较软弱的教会甲集体。伫疫情当中，阮教会管理上也有真侪学习甲调整。日头外头看即段过程，我只有满对你的感恩甲懊恼。主啊，今年俄乌战争已经拍8冬啊，超过所有专家的判断，世界的局势也是愈来愈复杂，互人看袂清未来。最近台湾也受到中国军兵的扰乱，不断伫大方面压迫阮，阁有真侪假新闻、假消息要影响阮的思想。最近国内治安也出问题，有2个警察互歹人杀死。面对今年底的选举，媒体大力所报的，拢是咧讲人的歹，互阮真毋甘、真失望。主啊，总是阮相信，无论外口风影偌尔大，上帝犹原伫掌权。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，歹人的路会袂无。你要引带阮行其路，伫审判歹人徛袂牢。因为阮是有福气的人，所欢喜的是耶和华的律法。照你的应允，阮要亲像树栽伫溪边，照时结果子，继续伫即个世代做光做盐，归荣光互上帝。主啊，恳求你继续看顾保守阮的教会甲兄弟姊妹。亲爱的主，当阮做伙伫遮敬拜时，恳求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透过圣经甲灵牧师带来信息，帮助阮搁较明白上帝，来学习将家己诚做偌济献互上帝，诚做上帝所欢喜的儿女。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懊恼，圣歌队要用懊恼无停来献互上帝，请圣歌队。
求你，予我的一生通奉献，尊主做成，阿乐无停。圣经，今日圣经伫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第8节，以及15节到16节，伫新约圣经的250面。请听我来读。兄弟的相疼着久长，无得袂记得接待人客，为对安尼捌有接待着天使，也毋知个，着少年才会受乖个，亲像甲因三角同乖。少年受保育个，是恁也有身躯。婚姻人人着尊重，装无滥善，因为私通行淫的人，上帝要审判伊。甚至毋通贪财，掠所有的做教业，因为上帝有讲，我决断无放杀你，决断无离开你。所以咱通好胆讲，主就是帮助我的，我无要惊野。人要写法伫我打我，真因带恁用上帝的道理传予恁的人，恁着少年因，看因行做的结局，来学因的信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仔日同一样，直到代代。第15节，所以着对耶稣常常用阿乐做祭献予上帝。这就是圣灵著名的退顿所结的果子。多多行好的三公节，你毋通袂记得，因为即号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。圣经读到遮，进度林英昌牧师要用上帝所欢喜的祭来甲阮教示，请林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天来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通伫你所定着的日，祝阮甲建成教会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。主恳求你接纳阮所献的祭，无论是阮用儿乐，用阮性命所活出的，求你感纳。求主你教示阮，你所爱阮所行的一切。互阮的生活会当合伫你主你的旨意，恳求主你帮助阮，求圣神引带阮，阮安尼感谢祈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是算旧历吼，8月初2啦吼，对无？吼，搁过几工就要过中秋节啦吼。咱现代人。便若到中秋节的时阵，台湾人啦吼，咱拢会做啥物代志？烘肉啥中秋节啊烘肉？哦，敢若有人讲是毋是因为较早一个广告的导游的广告对无？吼，一个广告咧卖导游，结果伊就开始讲中秋节来烘肉，中秋节来烘肉，吼，有即种讲法啦，是毋是？吼，所以你看咱真特别吼，咱的文化其实有时阵，你若认真咧问讲，为什么咱要做即项代志吼？咱无拄会知影对无？吼，或者敢若惯势啊嘛，吼，人若咧做，咱无做，敢若怪怪，对无？吼，所以人家好，就拢有咧烘肉，咱嘛来烘一个，吼，真趣味。吼，总是咱即摆知影讲烘肉食伤济，会致癌无好，吼，所以有人开始无拄会伫中秋节来烘肉，吼。咱讲顶个月旧历顶个月是咱讲几月对无？吼，台湾人讲几月啊？咱无讲啦吼。不过牧师是
第一代的基督徒吼，甲咱义节牧师、知名牧师共款，拢是第一代基督徒吼。伫还未信主进前，阮拢有伫咧拜拜，吼。咱敢知影讲，即个7月吼，讲中原普渡是啥物意思？吼，咱顶个月嘛真侪伫街仔路有诶风，你若讲路着封一半开啊，吼，也是讲社区头前咱要行迄个人行道嘛拢围开啊，对无吼？拜真侪祭物啊，是毋是？吼，义节牧师咱较早咧拜是拜啥物意思？你毋知吼？其实咱即马会当就网络查拢真紧对无吼？你也去查者了，才知影讲，那一般的印象是讲要拜好兄弟啦，对无？吼，拜好兄弟就是讲，遮个过往的人，因的灵魂可能伫即个几月时阵互放出来，一世过咧游走吼，无物件通好食，所以咱遮个人吼，就拜遐个物件吼，所以你看拢拜遮会食的对无？嘛因会当来用，较主要是讲伊莫甲咱哪，莫搅吵是毋是？吼，莫搅吵。但是伫维基顶吼，维基百科顶咱看到毋是安尼呢，咱看到是讲，原底这是一个庆祝丰收的日子，吼，原底是庆祝丰收的日子。但是因为道教，吼，因就讲有一个地官吼，一个神明的位，吼，伊讲要来做一个，即个敢若讲替遮个死去的人的灵魂来下罪，吼，所以开始有即个中元即个节日，吼，结果佮加着不够了后，因就讲要普渡遮个众生，吼，所以因有一个节日嘛，伫即个中元的即个时阵，所以到后壁慢慢，即三个风俗，吼，也是讲信仰，因就结合，变成做咱即摆咧讲的普渡，吼，所以我毋知影讲，真正是毋是逐个咧，因伫咧普，因敢知影啥物意思？就敢若讲，我甲义节牧师较早嘛是拢爱拜，因厝诶有咧拜嘛，你都爱迎香底拜。或者是讲咱咧食头路的公司，吼，咱是基督徒，咱无拜对无？吼，食头路的时阵，也是讲你的公司有咧拜无？其实真侪拢有对无？是毋是？咱会使无爱拜，但是公司会拜袂？会啊。伊拜完这物件，伊会请你食袂？嘛是会啊，对无？吼，咱就小可会感觉吊淡淡安尼讲，这咱通食毋通食吼。不过牧师要讲的意思是讲，伫即个过程中间，吼，毋管是咱中秋节的项目，或者是讲咱咧看遮个未信者，吼，无认捌主耶稣的人，因伫遮个过年过节，吼，因伫咧拜拜遮个行为，其实拢无拄拄因真正清楚知影讲为虾米爱安尼拜，吼，甚至你若去遐看，因连拜拜的即个规矩嘛是真济，吼，规矩嘛是真济。譬如讲有诶水果袂使拜，吼，啥物梨仔袂使拜，梨仔袂使拜，为虾米？伊若是伫几月拜祭，遐个好兄弟就会来啊，伊讲招你来啊，吼，所以伊讲这毋通拜，吼，所以会诚做因的一种的信仰，吼，因一种的因的一种的仪式啦，吼，仪式。这是伫咱主内，咱当然咱袂去做遮个工。咱袂去做遮个动作，但是咱若无细腻，咱若毋知影，其实嘛会互影响。为虾米？牧师要来讲吼？伫前几日牧师甲一个教会的青年吼，伊是较早牧师伫大专咧服侍时阵所带的青年吼。伊即摆伫台北徛起，伊原来台南人，吼，爱伫台北徛起，甲伊阿姑做伙生活。伊讲伊阿公吼有即个着即个癌过吼，照你讲，伊个癌吼，若有经过化疗了后，爱追踪无？几年内底爱追踪着无？免你讲伊阁复发是毋是？你知影？今年本来嘛爱追踪吼，因为前阵仔拢疫情的关系，吼，所以伊就无去追踪。但是前阵仔该追踪无追踪，原因是啥物？你知无？伊讲7月莫去病院咧。这是咱教会的人咧。吼，所以其实咱教会人有缀着遮个风俗伫咧做代志有无？其实阁有人有呢。吼，有个人要结婚，伊嘛是看日仔对无？吼，嘛是会啊吼。所以
咱若毋知影，因为咱是活伫即个台湾的环境中间，吼，大多数的人毋是基督徒，所以我头有讲过，你做工课的所在，可能你无拜，人会拜袂？会拜啊！你难免你会看因伫咧做遮个动作，吼，你会听因咧讲啥物，吼，真趣味，你看因咧拜的时阵，伊拜完了后，等香咧烧的时间，因咧创啥物？开讲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咧开讲？敢有一直徛伫遐？无啦，有时阵去食薰啊，对无？有时阵去便所，是毋是？吼，无除了想着讲，咱伫礼拜中咱敢会安尼？咱即摆有人去外口食薰无？无呢，吼，你若讲你留级你要去便所，当然是会使啦，吼。所以你毋免讲，等下牧师讲安尼，说毋敢去便所，吼。咱伫礼拜中间，我的意思是讲，咱伫礼拜中间，咱是真专心专意的啦，是毋是？咱咧礼拜中间，咱的心拢伫遮，咱求上帝甲咱三角地地，吼。但是伫咱一般的宗教行为中间，咱看好亲像毋是安尼吼，拜着敢若哪咧拜咧吼，家己去做家己的代志，是毋是？吼，所以我咧想，这嘛是无共款的信仰，伫礼拜。伫即个礼仪中间的无共款，吼，所以咱为什么咱会讲咱伫即段期间，咱伫去年的3个月，咱无倒来教会，咱用即个直播也好，也是讲有人伫线顶礼拜，吼，大家拢感觉讲线顶礼拜敢若无讲介好势，为虾米？因为你可能伫厝诶，你就穿一领短裤对无？礼拜要开始啊，也免出门啊，吼，无拄会真专工去换衫，是毋是？即摆礼拜到一半，牧师咧讲道，即段敢若小可无啥物意思，无爱倒一下茶咧，吼，是毋是？吼，早顿还袂食，无我来煮一下物件，对无？咱就会安尼咧，吼，咱就会安尼。所以其实咱若是知影讲上帝即时伫遮，你会做遮个代志袂？你敢若袂啊？但是咱伫厝诶就会啊，敢会咱兜拢无上帝？吼，所以我意思是讲，伫咱即个礼拜的过程中间，其实咱当然嘛相信讲，无论是伫教会礼拜，还是伫线顶礼拜，咱的上帝拢甲咱三角地地，对无？吼，咱的厝内底嘛是有上帝甲咱三角地地，吼，当然伫咱的厝会较轻松，会较轻松。只是我的意思是讲，咱会当搁一摆，咱来思考讲，到底礼拜对咱的意义是啥物啦？吼，礼拜对咱的意义是啥物？吼，咱就袂。像一般世俗人咧讲的讲夜香祭拜，吼，咱就袂夜香祭拜，是毋是？吼，咱现代伫教会咧礼拜中间，咱有咧献祭无？有无？咱安怎献祭？吼，咱好亲像无去杀遮个羊啦、牛啦，也是讲遮个鸟啊，对无？吼，咱无去做遮个动作，但是咱可能有用啥物？有用咱的献诗。咱的声音来学落有无？有对无？吼，咱可能有献金对无？是毋是？咱有献工无？这真做咱的祭，这真做咱所献的。是安怎？这未信者因共款咧拜遮的物件，是毋是？因拢有拜遮的物件嘛？毋管是鸡、鱼，还是猪肉，还是遮的水果。犹太人因伫较早圣殿搁伫的时阵，因有献祭无？有啊。较早犹太人因搁有圣殿的时阵，因有献祭。咱若读利未记，是毋是？有献烧祭，有献啥物？谢恩祭，但是甲咱讲的平安祭，吼，有献即个赎罪祭，吼。献这个祭其实意思无啥共款，吼。咱若讲普渡是要互好兄弟食的，对无？咱较早利未人。因咧献祭，犹太人因咧献祭时阵是上帝要食吗？哦，你若倒去读经文，敢若毋是呢？上帝是意爱闻即个香味，对无？吼，但是真正是上帝爱即个香味吗？吼，认真来想，应该毋是干那爱闻迄个香味啦。迄个香味是一个上顶好的代志，水阁好的，对无？吼。较要紧的是，咱认主、认上帝来做咱的主，认耶和华做咱的啥物？做咱的上帝。
因为你承认伊是咱的主，你才会献祭予伊嘛。所以咱献祭意思是讲，咱承认、咱相信耶和华是咱的上帝。好，咱是嘛是安怎要献祭？伫希伯来人书的中间，其实有真清楚的教导。伊讲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咱献一摆祭啊，对无？是毋是？伊为着咱人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所以咱有需要搁献这个羊还是牛来替咱赎罪无？有需要无？咱就无需要呢。吼，所以希伯来人书的作者伊的意思就是讲，较早这个犹太人，因还未信主进前，因爱去圣殿献祭，对无？因爱为着家己的罪来献祭，是毋是？因爱为着敬拜主来献祭，但总是当咱的主耶稣基督为咱死了后，咱的罪有得到赦免无？你有相信无啦？有啊，希伯来人书讲信是真要紧的事呢。咱若无信心，那呢咱就无法度得到这个恩典。因为咱亲信咱的主耶稣为咱受钉伫十字架顶，咱的罪的确受洗清。所以咱伫咱聚会中间，咱即马就亲像陈老牧师所讲的，咱就无搁去献这个羊，还是牛，还是讲这个钱啊，这个搬家这个物件，对无？咱毋免去留因的血啊，是毋是？吼，但总是咱犹原爱献祭。咱所献的祭，就毋是这个老人啊，这个动物的血的即种祭啊，毋是。咱今日经文所在中间。其实咱反倒当有真侪代志爱做，譬如讲，咱兄弟姊妹中间，咱着彼此相听，这有要紧无？这真要紧的。对伫希伯来书的即个中间，咱爱知影讲，当时才因为信耶稣，所以因受到真侪的迫害。即当时信主的人，就好像就150年前，咱讲今年是马偕来台湾宣告150周年，对无？咱若有看马偕日记，也是讲伊的即个拍做影片，咱应该加减嘛捌看过，对无？伊当初是来台湾宣告的时阵，伊是毋是受到真侪的即种的困毒，也是讲迫害，甚至性命险啊拢无去，有无？因为传福音是毋是？伊招人来信主，信主的台湾人中间，有人因为信主性命无去无？有无？有呢。伫台湾早期有这个代志发生呢。伫初代教会迄个时阵，信主的人有因为信主来性命无去无？有啊。所以伫教会中间，包括毋管是犹太人、非犹太人，其实信主拢毋是一件容易的代志。对伫台湾来讲，现代台湾来讲，咱信主无啥物啊，好亲像无啥物，因为政府也袂叫人来甲咱抓去关啊。一个 COVID-19， 咱的人数就减少啊，对无？啊，你想咱若信主会叫人关，咱人会济啊少？会济啊少啊？一定较少的啊，无可能较济啊。因为咱台湾人即马现代过的生活实在是太舒适的。你若讲要叫你为着信仰叫人掠去关，你要来无？无爱啊，是毋是？吼，你若讲我伫厝诶头仔拜上帝，我袂啦。若讲来教会用掠去关，我可能无爱啊。所以，咱了解对希伯来人书作者迄个环境、迄个时代背景，其实兄弟姊妹中间爱彼此相听是无简单的代志。咱即摆要彼此相听就无简单啊！你亲像迄个时阵，假使讲咱中间有人因为信主叫人掠去关，你要来关心无？吼，伫早前要关心高准明牧师的人，是毋是嘛会互政府来监督？会袂？会啊！所以你要来关心无？你要来关心，人就来甲你关心吗？吼，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：有耳无喙啊呐！下一句大家拢知了无？意思就是讲，你拢莫插遐个代志啦。伫政治上危险的时阵，你着较掂的啦，是毋是？你减讲两句啊，就无你的代志啊嘛，吼，人就袂来找你啊，对无？
所以咱来了解，其实即个彼此相听，毋是遐简单的呢。伫人无代志的时阵，咱要相听就真困难啊。更何况伫人拄着困难的时阵，你要听伊，其实搁较困难。其实搁较困难。所以阮的教会最近伫咧读册会有读一本册，是马约翰牧师写的。马约翰牧师进前嘛有来甲咱的中间分享，对无？伊就讲，信心要带予咱教会群体，就是即种无可能的疼。咱定定要求信心帮助咱。其实就是要求信心，互咱有勇气，互咱有智慧，做该做的代志。因为这个事学得做啦，所以咱需要求信心帮助咱。所以咱对弟兄姊妹中间，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第13章的第1节讲，兄弟的相听着久长啦。意思就是讲，毋管好啊歹，你拢爱相听啦。这真正是无简单。这真正是无简单。伊讲无得袂记得接待人客。我看见咱的教会吼，定定拢有即个消息吼。比如讲，接待一寡原住民的教会，因会即个需要对无？互因来咱教会募款是毋是？即拢超过咱所想象的吼。因为我听咱的义节牧师，也是咱的姊妹牧师咧，甲我分享讲，咱的教会兄弟姊妹真正就有疼心的。咱教会兄弟姊妹对伫遮个原住民兄弟姊妹因的需要，咱拢真感对无？是毋是？我是咧讲恁呢，恁拢真感对无？所以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伫希伯来人书第13章，遮伊讲啥物？伊讲恁若接待啥物？接待遮个人客。恁着接待着亲像天使共款啦，这就是咧讲，伫创世纪中间18章，亚伯拉罕接待着3个人客，对无？迄3个人客就是啥物？咱咧讲上帝甲，有人讲是天使，有人讲是三位上帝。所以咱伫咧做这个工课，毋是为着咱家己，是毋是？咱是看见其他人的需要，其他人的需要。毋若是安尼。经文阁继续讲，伊讲着少年者会安那想乖的，亲像甲因相同。伊讲阁着少年者会受剥的个，是恁也有身躯。因为当时，这个人因为因信耶稣，所以因互乖，因互虐待，互迫害。咱来关心因哪面？伫初代教会真正拢有咧关心这个人呢。但是要关心这个人，同款有可能要付出代价，因为你若是关心伫这个类似敢若政治犯呐，这个人就好像就政治犯同款。你讲若我是咧拜上帝，我若是政治犯。咱也知影伫初代教会中间，主敢若是皇帝，迄时咱讲啥物？讲即个罗马皇帝是唯一的主啦。但是咱教会人拢认啥物人是主？认耶稣是咱的主，对无？所以咱就是政治犯啊！哪会使有另外一个皇帝？会使有另外一个皇帝袂？会使袂？决断袂使啊！你去北韩看觅，你讲有另外一个总统，你看会去用水用掠去关袂？所以当时要信主的人就是安尼。因认耶稣做咱的救主，但是伫政治上就诚做啥物？诚做一个违背罗马帝国的人。所以这个人若因为信主互掠去关，咱爱关心嘛免？咱其实是爱呢，因为伊甲咱是肢体呢，咱身躯的一部分呢。所以这个代志其实拢毋是简单做的代志，拢毋是简单做的代志。甚至伫咱的婚姻中间嘛是共款。第4节讲婚姻人着尊重，床无拉散，因为私通奸淫的人，上帝要审判伊。罗马帝国迄个时代的婚姻的观念，无亲像咱即马讲一夫一妻，毋是安尼。较早的罗马帝国的人，先生即个查甫人若是有才调，其实伊要甲几个查某人做伙。伊就甲几个查某人做伙。较早迄个时代的妇人人，
主要的工作就是甲厝顾好就好啊，甲厝顾好就好啊。但是迄嘛毋是全部的，因为大部分人拢亲像奴隶共款。大部分的奴隶，主人若要叫伊做啥物，伊就爱配合伊啊。所以你去遐想一下，伫迄种的背景的下面，你若是一个男性，你是一个真伫当时社会上，你算真，咱咧讲即摆讲安那，真好过、真会得过的人，你会当有几落个查某人会当互你安尼，甲你做伙，啊，然后伊讲你伫婚姻内底爱尊重，你敢做会到？我意思是讲，即个工课简单也无简单，其实无简单呢。较早人会当讲有三妻四妾对无？因后才了三妻四妾，谁爱三妻四妾？你听我意思无？伊的身份、伊的地位会使安尼做，但是因为伊信主了后，咱的信仰甲咱交代讲安那，伫婚姻内底，人人着尊重，床无拉散啦。伫咱现代是理所当然啦，对无？你甲即个结婚，你就是甲即个做伙嘛。虽然讲即摆嘛是有真侪奇怪的代志发生啊，但是较早无即种例啊。较早是你若有才调，你要甲倒一个做伙，就甲倒一个做伙啊。你谁爱守即个规矩？听我意思无？你较早要甲几个做伙，拢是合理的。即摆毋是，即摆是无好的，对无？但是较早是会使做的啊，你谁无爱安尼做？所以，咱毋通定定看圣经，当做讲，看看敢啊，这也无啥。我当然嘛是甲阮某做伙啊，我当然嘛是甲阮翁做伙。现代咱来看是安尼，但是其实嘛毋是安尼啦。咱即摆无较早迄个问题，但是咱有啥物问题？咱即摆拢自我最中心啊，对无？伫婚姻的内面，我若受苦，我若委屈，我着规气来理理的，好毋好？好毋好啦？会使袂啦？啊？会使袂啦？婚姻人人着尊重。吼，咱即摆毋是咧讲你去互恁翁一直拍，叫你莫离婚，毋是咧讲这吼。我即摆是讲，咱拢会因为个人中心主义，吼，我感觉歹啊。我感觉阮的大家迄边对我无好，也是我感觉阮丈人迄边无好。我甲阮某拢听无我咧讲啥，我要来离婚。咱即摆有足事上拄着种代志无？有无？有啊。无共个时代，咱有无共款的问题对无？但是咱的信仰甲咱教导的是婚姻，人人着安那，人人着尊重。吼，其实你若是斗阵真久的翁仔某，你就知影，倒一个家庭袂冤家啦。倒一对翁仔某因毋捌冤家，倒一对无，哪有可能？敢毋是？啊，你若定定拢要坚持你的，咱拢莫互相尊重，咱免讲嘛袂好过啊。所以咱的信仰其实伫真早进前就教导咱真侪，真早进前就教导咱真侪。就算讲时代改变啊，但是对伫咱来讲，佫是真要紧的道理。而且咱要来遵行，咱要来实践是无简单的代志。然后咱讲心智毋通贪财，掠所有的做教业，因为上帝有讲我决断无放杀你，决断无离开你，所以咱通好胆讲，主就是帮助我的，我无惊吓。人要啥法得我打我，咱若无钱，就感觉无安全感，对无？是毋是？吼，但是牧师是真正无钱啊。我即摆厝的3个囡仔，搁细汉，2个拄要读大班，1个要读小班，幼儿园啊。啊，牧师娘本来有咧食头路，因为即摆你要去用顾较贵，还是家己顾较俗？家己带较俗对无？囡仔搁会亲啊。啊，你若去食头路，啊，趁的搁互人搁无够对无？囡仔甲你搁袂亲，所以阮自从有第3个囡仔了后，阮牧师娘就申请育婴假，后壁就因为你拢无法度倒去上班嘛。就爱离开工课，吼，所以其实阮即几年中间拢是上帝稳定的教育阮用啊，吼，就是逐个月拢有
有够用嘛，当拄啊好有够用。吼，啊，你讲我敢会无安全感？其实我袂呢，因为上帝稳定教也我用啊。吼，你知阮伫5月份，阮着 COVID-19 2礼拜，吼，啊第一个就是爱想着服侍的代志，所以知美牧师有去甲阮斗相共的，嘛真多谢恁呢。吼，互知美牧师来甲阮华冈教会斗相共。啊！伫迄2礼拜中间，结果阮的冰箱拢满，吼，遐日姊妹拢一直摕物件来啊，吼。其实伫教会服侍上帝，也袂去互夭着啊，对无？吼，反倒顿时定定拢食袂去啊。所以其实对咱的信仰来讲，对当时为什么这段话遐尔要紧？因为当你信主了后，你面对迫害。你有可能你的家伙嘛叫政府没收了无？你要甲其他人做生意，人可能嘛要甲你做生意啊。但是伊讲安那，伊讲你毋通贪钱财，因为安那上帝有讲，我决断无放杀你，决断无离开你。所以咱通好胆讲，主就是帮助我的，我无要惊吓，所以咱虽然毋免阁限制啊。但是咱的生活爱改变无？爱，当时信主的人，因的生活就是爱改变。毋管是伫婚姻，伫因的工作上，伫因的生活上，信主的人好亲像甲迄个时代的人拢无共款。因所做就诚做芳的祭献互上帝。所以耶稣甲即个水井边的妇人人讲啥物？讲敬拜上帝，毋是伫遐嘛，毋是伫耶路撒冷，对无？是伫啥物？心灵甲心性嘛。伊讲你较早有5个翁啊，对无？咱的生活若开始改变，咱所做一切就诚做芳的祭献互上帝。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对昨对今仔日到永远拢共款。然后咱毋免阁去军队遐个，所以你若是读经文，对第9节继续读，你就看见讲，伊阁咧讲献祭的代志。伊讲你毋免阁对较早犹太人咧拜的迄种方式去拜啊，毋免。经文中间讲啥物？伊讲因为伫第13章的第11节。伊讲，因为精神的火，互祭司头带入圣所来赎罪，遐个精神的身躯就烧伫野外。第12节讲，所以耶稣因为用家己的火，要互百姓成圣，也伤苦伫城门外，安尼生咱就出野外来就近伊，互受伊所受的能力。因为伫遮咱无久长伫地城，是要找迄个将来的，所以就对耶稣常常用鹅肉做祭来献互上帝，这就是圣灵主名的喙唇所结的果子啊。伊交代当时，或者会兄弟姊妹讲，你毋免阁去亲像较早咧献祭啊，因为咱的主耶稣已经用伊家己的宝血伫野外那，互百姓成圣。咱嘛着去野外，咱无去圣殿献祭啊，对无？但是咱就常常用鹅肉来献祭，因为这是圣灵主，是咱耶稣是咱的主，实在是真无简单啊！你看疫情了后，阮的教会嘛差不多2成的人还袂转来聚会。你讲要彼此相听，你无来教会，咱要彼此相听？当然会当敲电话关心啦。信主实在无简单。毋管是伫初代教会，伫150年前，也是讲咱现在拢共款。现在咱好亲像无拄着足侪困难，但是这搁较困难。因为咱的安全感，咱要过了较舒适咧，就诚做咱的窒碍。咱会记得主耶稣有讲，若要为着家己安那保存性命，就失去性命，对无？若是为着主，你放下性命，你要得到性命，敢毋是？
但是真正对咱现代台湾人来讲，信主实在是真困难，因为爱做遐一般人会使做的代志，咱拢袂使做啊，是毋是？好，所以伫遮最后第15节甲16节才讲爱献祭，毋若是伫礼拜中咱唱歌学了献祭，过来就是讲咱着独独行好，甲三供给。伊讲你毋通袂记节，因为即号的祭是上帝所欢喜的。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教会遵趁上帝的旨意，对初代教会甲现在，其实咱对伫教会中间，咱当然有做真侪帮赞的代志，对无？对伫咱的社会，咱有做真侪帮赞的代志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其实有呢。毋管是伫马街，迄当时来咱台湾，也是讲咱教会现在，像咱建成教会有做即个社区的据点，对无？咧关心咱即个社区的长辈，是毋是？有的教会做客服班，特别是伫偏乡的所在，因为资源无够。伫咱总会教社部，伊会当做甲咱地方教会阁无共款。伊节目是昨伊有传一个。咱教会公布讲，咱有捐100几顶的即个病床互乌克兰。咱知影讲因战争拍半年久啊，有真侪人受伤需要治疗，是毋是？伫9日大地震的时阵，咱教会嘛是伫即个灾区伫咧做啥物？做即个修复的即个工课。所以教会甲社会其实拢是咱的责任。咱今日以前牧师是今年咱中会教社部的部长，吼，伊嘛真着磨吼。咱伫后个月，咱嘛有要去净滩，吼。咱即马知影讲，咱的海边啊真垃圾，咱需要定定去捡粪扫，吼。即个粪扫有可能是对海顶面流入来的啦，吼，无拄是咱等的啦，嘛有可能是咱有人去讨去等的，对无？总是咱着去固守上帝所要赏赐咱的环境。咱要做好的管家，这嘛是属于教会甲社会的部分。所以伫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有时阵咱无拄家己有法度做啥物，亲像咱有法度去乌克兰啊无？有法度无？无啊。亲像即2年咱会当出国袂？袂使。但是咱的教社部嘛，捌捐即个喙烟互其他的国家对无？是毋是？所以咱着注意伫即项代志顶面。咱着行遮个好个代志，互上帝欢喜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祭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边听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阮，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女。主，阮伫现代的社会有真侪的即款的迷信，而且是讲咧引诱阮的代志。主，阮若要认你做阮的主，实在是有侪困难。无论是阮需要安全感，或者是讲阮需要保护家己，总是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信心充满阮，也特别伫阮的建成教会，互信心来带领阮的兄弟姊妹，会通彼此相听。阮会当关心伫困难中，也是讲即个兄弟姊妹若有拄着软弱的，阮会当来关心伊。若是要关心伫教会，主，阮也要关心伫阮的社会，因为上帝的国，若是要临到阮的中间，搁较要临到上帝你所创造的世界。总是阮的信心有限，阮的能力有限，恳求主你帮助阮。当阮决意相听的时，你来帮助阮；当阮决意相听的时，信心你就甲阮牵调咧。阮安尼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信息第317首，你若欠缺真失望。信息第317首，你若欠缺真失望。会众请起立。你
请坐。奉献，请书汉的同工。会众请起立。请坐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，请为着教会以上成全正圣道万民该祭司。第一点，为着阮的肢体有调养的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卢雪英、胡艺梅、洪前之、石玲玲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刘秋敏、张朝明、陈丽水、刘慧忠、赖胜雄、陈秀荣、杜昭、林以诺、陈德明、陈义立、曹泰牧师、林双耀、江玉秀、林秀英、郭道博，复健的陈昭明、汪世军、洪千惠父亲，以及许多的确诊居隔者。第二点，为咱教会青少年甲父母，伫新的学期会当将聚会时间分别做成，学习着行的道，得到主的欢喜。第三点，为中国长时间要以武力、外交、经贸等等政治的力量压制台湾的发展祈祷。愿公义人民的主保守台湾，赐予台湾政府以及全体人民有智慧、战略甲勇气，共同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。请同心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，阮为着阮教会的肢体，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求主你看顾因，保守因，伫病痛、痛苦的时阵，你甲因相甲伫地，求主听因困苦的声，特别伫因孤单、无人陪伴的时阵，你做伊的朋友，你要请做伊的力量甲帮忙，最后阮将阮的青少年甲父母交到伫你的面前，阮祈祷，阮相信阮台湾这个土地，恭敬交伫你的手中。亲爱的主，阮将教会身躯软者欠咱的兄弟姊妹，甲确诊的兄弟姊妹，一个一个提名为因祈祷。愿上帝的话真做因达时的帮赞甲安慰，也透过阮对因的关怀甲祈祷，
来见证上帝的疼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看顾阮教会青少年甲父母，特别保守因的心，帮助因看重每一摆聚会的时间，互因会当愈来愈明白基督的道理，得到你的感纳。主啊，恳求你啊，继续怜悯保守民主自由的台湾，互阮会当将基督的福音传扬，互阮的子子孙孙，互阮世世代代会当平安生活伫这片土地。这时，阮要做伙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息今仔日，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得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，请大家来看阮的周报。教会消息，第一点，本主日是北中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，感谢华冈教会林牧师带来信息。愿主保守囡仔伫主耶稣内面的时常用懊恼做者献福上帝，伫见上帝名时满有喜乐。伫遮代表教会感谢林牧师，请拍无啊！这是多谢牧师的分享。第二点，9月3号甲4号下晡，北中传道部举办迈向21世纪教会讲座。咱教会林牧师甲黄牧师前往参加。第三点，英法族的好处边课程要伫9月5号重新开始，请为着课程顺利进行祈祷，也为着所有参与的同工会当默默记起初的心志，满有热心继续徛在祈祷。第四点，请各团契会长将第4期服饰排班表伫9月18号进行交予干事。第5点，教会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，计划伫18号颁发。奖学金颁发的规定，请看公布栏。申请到11号为止，请大家来注意。团契消息第一点，9月16号拜五上午10点有双年团契聚会。主理是一节牧师。教界消息，北中学校事工部伫17号拜六9点举办“对话的力量，创造新连结”讲座，讲完是李崇义老师，地点伫双和教会，免费参加，欢迎有兴趣的兄弟到1楼柜台报名。奉献名册若是有错漏交的，请干事来订正。上营信息第512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因施煞请牧师祝祷。会众请起立。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天命天主名，天上帝三主高好，行咱亲像行你，行咱亲像行你，星星看你看咱感动，也期待咱心内，三位一体甲咱相通，只是到万世代，只是到万世代。咱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
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火，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搁起来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，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，愿荣光归伫伊，代代无衰。阿免。请坐。未倒闭会。